咗70幾部電視同40多部電影，陪伴住香港幾代人成長。佢精湛嘅演技，演活咗書劍恩仇錄嘅陳家樂，風流倜儻嘅楚留香，流氓皇帝嘅朱錦春，大時代裏邊憤世同自我嘅丁蟹，仲有近期嘅潮爆大狀。鄭少秋出過40幾張唱片，早於78年第一屆10大中文金曲，就憑《倚天屠龍記》同《誓要入刀山》取得2首金曲。第2屆嘅楚留香，第3屆嘅輪流轉，第4屆嘅做人愛自由，再將鄭少秋嘅音樂事業推至高峰。喺第25屆10大中文金曲，更獲得金曲銀禧榮譽大獎。以後我仲有機會唱到啲好歌啦！各位觀眾，我哋今第29屆10大中文金曲金針獎得主鄭少秋先生。好啦，馬上請出我哋今日嘅頒獎嘉賓啦，就係陳祖澤先生嚟頒發呢個今晚樂壇最大嘅獎項金針獎啊！秋哥，恭喜晒！好啦，麻煩你。多謝。多謝我啲感受。呢個金針獎咧，原來要經過咗幾十年奮鬥努力先至可以得到嘅，好珍貴。咁啊，多謝香港電台，多謝我嘅 fans 一直都支持我，支持幾廿年先得。咁呢個獎咧，聽講話咧係要對樂壇有貢獻先得嘅。哇！當時我一聽到唔敢接受，我覺得我對樂壇冇咩特別貢獻，但係我老婆叻啊，佢話俾我聽。佢話：你試下過年咧，就梗有人唱年年歡樂，歡樂年年。咁啊有喜慶嘅地方咧，一定聽到人唱任性啊，敢自勝。仲有咁啊，當你受委屈、受到老闆嘅氣啊，個個都有嘅咧。誰能逼我、屈我、辱我？咁佢話咧係好影響民心，同埋影響到民生添啊！咁哇喺咁緊張咁嚴重，我當然要接受啦。所以話你攞實。多謝我老婆。好嘅，好啦，秋官，麻煩你準備啦。嗱，秋官咧，我覺得咧，佢攞呢個獎咧就實至名歸嘅。係啊。因為佢同埋我哋劉德華先生咧得獎一樣，係大家嘅態度嘅認真啊。冇錯。哇！唔係咁啊，馬秋官。好啦，交俾你。各位金針獎得主鄭少秋。
死怎過問？少有人，誰過問？誰過問？誰過問？中有幾多重仇恨，又卻是誰所種？情仇兩不分，愛中必有恨，恩怨同重，薄情戲愛，世上有真英雄，常人只去讓愛恨心中難忘你，因心可偏偏有恨，相思難共。情如天，萬里廣闊，愁如海，百般洶湧，要共對亦難分也。仇怨怨，待那日才可終。屠龍刀倚天劍斬不斷，心中迷夢。望。